我們要來救這個中國。為咗慶祝辛亥革命100週年，北京中央電視台同中山日報特別派出大型採訪隊嚟溫哥華採訪。中視會將收集到嘅資料製作一套共有10集，叫做《百年辛亥》嘅大型紀錄片。而中山日報就會喺報章上作系列報導，又會將資料結集成書，全書約有20萬字，記錄海外華僑對辛亥革命嘅貢獻。中國國內傳媒之所以紛紛嚟到溫哥華做採訪，係因為當年發起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嘅孫中山，曾經分別喺1897、1910同埋1911年嚟過加拿大。佢嚟嘅目的係同錢有關。嗱，發起革命最重要嘅就係金錢啦。咁當時錢從何來呢？嗱，其實加拿大嘅洪門組織喺籌錢呢方面都出咗唔少力嘅，而且仲肩負起保護孫中山呢個咁重要嘅任務添。加拿大中國洪門民治黨以前叫做致公堂，成立嘅目的係團結華僑同埋反清救國。該組織嘅常務副總主委鄭炯光話：孫中山第一次踏足加拿大宣揚革命理念嘅時候，好多人都不以為然，因為幫佢嘅後果可以好嚴重。佢問啲華僑咧，因為我當時咧，我所以咧就冇辦法啦。我啲華僑都未能夠領略呢個點，佢呢個宣揚革命點樣鼓吹就係話要反清啊，因為要反嘅政府咧就係好嚴重噶嘛，抄家滅族嘅差不多咁緊要。後嚟孫中山喺1903年加入咗洪門，加上洪門開始了解佢嘅革命理念，於是決定幫佢。洪門不惜將名下物業抵押嚟借貸，為支持革命籌款。溫市片打西街5號就係當年洪門抵押物業嘅舊址。洪門啊，係揾過把個樓業壓咗佢嚟寄翻去。咁我哋要收據嘅。據我哋嘅記錄嗰度講咧，應該我哋溫哥華嗰笪樓咧就嗰時係萬幾萬銀。個域多利嗰度咧有2萬幾銀，加埋要4萬幾銀要寄翻嚟。洪門兄弟幫孫中山唔單止抵押物業，而且仲要冒生命危險添。聽講咧有保皇黨咧喺仍係追殺佢嘅，咁我哋啲洪門兄弟就一路保護佢。我哋個個要抬槍去保鏢。我聽我哋老人家，我哋嗰啲洪門嗰時，我哋啲樓宇都有就個個都有槍嘅。我哋嗰啲打手嗰啲都係打手跟住佢尾嗰啲呢保護嘅，個個都孭槍嘅。我哋洪門咧，當時咧唔單止保護佢，同埋佢去周圍帶佢去溫哥華艾倫、域多利拉摩、當健啊嗰啲地方嗰啲拉倫嗰啲埠仔嚟宣揚革命。鄭炯光話：雖然辛亥革命成功之後，國民政府冇向洪門還過1分錢，但係洪門已經用自己嘅錢將物業贖翻嚟。佢強調，洪門只係想為國家做事，既不為名，亦不為利。所以我哋洪門呢，就係個宗旨呢係公誠嘅新去啦。我哋退翻嚟，我哋做洪門嘅事就絕對冇話想話翻你同你爭地位。《世界日報》前總編輯徐新漢話：唔單止洪門為革命事業出錢出力，當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喺1915年宣布恢復君主制、摧毀革命成果嘅時候，華僑又組織咗一支200幾人嘅敢死隊參與土原運動。除了錢之外呢，還組織了一個200多個年輕人呢，到這個中國去參加這個討伐袁世凱的一個救國行動。那個時候開始的名稱叫敢死隊，不簡單啦，有200多個人，有的還一部分還開始練習這個飛行。他們在 Winnipeg 一個組織去訓練，另外一個在 Victoria。本地老華僑余鏡海收藏咗400幾件有關辛亥革命嘅文物，包括郵票、錢幣同埋書籍，希望將歷史流傳後世。佢仲叫自己做辛亥革命研究者。呢啲文物呢，我諗一定要揾一個即係比較認識呢個辛亥革命嗰啲團體啊，或者其他就可以轉贈俾佢嚇。例如譬如中山縣啊，而家中山市啊，佢哋係想搞，佢個要求咧係需要我送到去咧，我都可以會做得到嚇，唔係講錢，
冇人保持呢啲嘅話咧，就嘥咗我哋孫中山先生嗰種血汗啊！將歷史流傳後世，尤其要令土生土長嘅華裔青年認識辛亥革命呢段歷史，係唔係咁容易呢？聽日同大家探討一下。